3.50倍怡保 Link 5 Frankie 4線嗰個都快嘅，4線快嘅，我朋友嚟嘅。7線嗰個都勁人嚟嘅，我唔識，不過知係勁。4線 Joseph 應該38、39嘅倍都。4、5線全組對手啊！藍帽 Frankie 5線要贏頭3咧得唔得啦？4線 Joseph 都快。咦？哇！嗰邊原來仲快，7線嗰個真係高手嗰個仲快。暫時 Frankie 第4。咦？有機會拍住阿 Joseph 喎，衝上嚟啊！暫時第4啊！嗱，搞掂藍帽，一下手啫，爭一下手，一下手。哎呀，快啲啊 ，Frankie！ 睇篤唔篤贏咗？41秒12啊 ，Joseph，41秒82啊 ，Frankie。